单丸，赶快，一个二声，一个一声。送哦，就拍念的啦。送丢啊啦，送丢啊，玩嘛丢啊，什么会？送等，送等，送等，送藤，送好啦，送藤丸好了。好，送藤丸。来，老师送藤丸对唔对？唔对。哎呀，贡献物件嘞。咱这要用文言音来读第二字啦。文言音是倒音顶，哦，咱讲迄个顶皮也好，顶前也好，吼，这要用文言音来讲。嘿，因为这是算做讲伊个处理方式吼，有包含着爱放较久的物件，所以就是用迄个顶吼嘛有人认为讲这就是先早搁再加其他物件去综合起来的一个物件所以发音来讲就是送丁丸。